Hello， 大家好，荃灣區中原地產旺仔介紹樓盤時間。今日介紹一個新世界打造嘅項目庭園，咁有2座樓發展完成。咁介紹呢個3房。講起新世界，最近好火熱嘅新世界盤，1Q 清代64伙津怡，介紹埋新世界啦。今日呢個盤咧就入到嚟咧，3房係600幾尺嘅3房，入到嚟個廚房緊廚。傳統型嘅則嚟嘅，相當好用。入到嚟跟住出翻嚟就可以擺餐台啦。飯廳嚟嘅呢邊，飯廳擺到8人餐台。咁正常呢啲 size 咧，多數都係3至4人住多嘅，或者5個，2大2細1姐姐，或者2大1細1姐姐住居多。行前多少少，客廳位置相當寬敞，4人梳化擺得落噶啦。50寸、60寸嘅薄電視啦，都完全擺得上。最主要個景觀有海景，方位向翻西南。洗手間咧，都係好好用啊！呢隻最主要 selling point 有窗眼。睡房有窗台可以偷埋嚟用，可以完全偷埋嚟用。擺到雙人床有多噶啦，4x6、4x半乘6尺都得。2間房相約，方位都係向翻西南邊啦，西南邊。套廁記住係套廁嘅格局。望埋呢邊個主人房 L 型嘅角窗，採光度相當充足，唔使開燈，一樣陽光照射入嚟。另外呢邊咧，衣櫃位啦，傳統型一定有噶啦。床擺呢度啦，另外洗手間喺嗰邊。好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。好難得咧，喺荃灣市中心800零萬買到3房套廁。另外咧，業主啲洗手間咧都翻新過，唔使點樣花錢裝修。我介紹完畢之後咧，我哋立即去睇下環窩仔新鴻基項目。Let's go！ 好嗱，康木庭園咧，落到嚟地下咧，呢條天橋咧就要去到雀悅亭啦，HASA 88。另外咧，因為市中心位置嘅關係咧，我哋無論食嘢各方面咧都齊晒嘅。我哋如果睇完晒呢度咧，我哋接住去新鴻基個項目。我哋而家行過去環窩仔街。好啦，我哋頭先睇完2手，直接嚟到環窩仔街新鴻基項目。喺我背後黃色藍色衣就係新鴻基項目。有新鴻基就會火熱，要火熱就要有新鴻基。呢個盤啱啱就喺西鐵同地鐵嘅中間，中意環境寧靜嘅你可以參考下。如果你想去近啲嘅地鐵站呢，就要去到大窩口站。身後面咧有幾座啲工廈咧，都轉咗可以做住宅嘅。喺呢一邊呢一個咧就比較容易處理啲，因為個業權比較單一啲。發展商應該就會容易埋手着手，會好啲呢一邊。變咗呢邊加埋雀悅亭、樂悠居、立方，變咗一個住宅群咧。呢邊又都會變天噶啦。新鴻基想當年咧就喺元朗嘅雞地 YOHO 系列。都係咁樣演變出嚟嘅，全部收下，做咗20年嘅功夫，打造咗元朗 YOHO 王國。新鴻基會唔會喺荃灣再翻版呢？未知，但係有呢個可能性。我哋如果呢邊呢，大約個伙數有462個單位，集中火力2房為主，有300個嘅。7成單位係2房啦。變咗咧都係細戶型為主，變咗上車收租用家，個個都應該會留意嘅。成日聽到好多代理或者其他朋友講20年磨一劍，20年磨一劍嘅意思咧，就係新鴻基喺荃灣20年後就有一個新產品。20年前嘅項目咧，新項目咧就係雀悅亭，所以成日20年磨一劍，磨一劍就係咁嘅意思。我哋再可以行去附近度望一望啦。
咁啊，前面後面個景觀啊，咁咧比較高層啲咧，就景觀比較會開揚啲。咁啊，呢邊咧屬於因為佢都望到少少內街咧，嘈嘅情況咧都唔會好大嘅。咁啊，最主要個 selling point 都係講佢發展啊各方面嘅啫。咁好啦，咁啊講翻個流程。咁流程咧就3月中會有個命名嘅。咁啊，預計3月尾到會有個價錢會發放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個展銷廳咧就會喺呢個荃灣廣場。咁有機會復活節期間咧就會喺 ICC 有個示範單位嘅。如果留意開呢個項目咧，可以聯絡我嘅，我會發放一個精美嘅 PowerPoint， 再 detail 啲規劃同埋側邊嘅環境配套。咁啊，即時會發放俾你嘅。咁啊，同埋訂閱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咧，最緊要 CLS 我哋。咁我哋會定期都會發放啲新資訊俾大家睇睇或者聽下嘅。咁啊，記得聯絡我荃灣區中原地產網仔，電話61385448。多謝你嘅查詢同支持。